2025年4月30日復活期第2周星期三，仁慈的天主，你藉着我們每年慶祝的逾越奧蹟，使人類恢復原有的尊嚴，也獲得了復活的希望。求你使我們以熱誠的生活，實現以信德所紀念的救恩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，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亞孟。使徒行傳5章17至26節。使徒受迫害，於是大祭司採取行動，他和他所有一起的人，就是撒都該派的人，滿心忌恨，就下手拿住使徒，把他們押在公共拘留所內。但在夜間，主的使者開了監門，領他們出來，說：你們去，站在聖殿裏，把這生命的一切話講給百姓聽。使徒聽了這話，天將亮的時候，就進聖殿裏去教導人。大祭司和他一起的人來了，叫齊議會的人和以色列人的眾長老，然後派人到監牢裏去把使徒提出來。但差役到了，不見他們在監裏，就回來稟報，說：我們看見監牢關得很緊，警衛也站在門外，但打開門來，裏面一個人都不見。守殿官和祭司長聽了這些話，心裏困惑，不知這事將來如何。有一個人來稟報說：你們押在監裏的人，現在站在聖殿裏教導百姓。於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帶使徒來，並沒有用暴力，因為怕百姓用石頭打他們。屬靈爭戰與嫉恨，滿心忌恨，就下手拿住使徒。當福音擴展，真理被宣揚時，屬世界的權勢常因嫉恨和威脅而起來抵擋。撒都該人既掌權又不信復活，因此特別敵對使徒的信息。神親自介入救贖，主的使者開了監門，領他們出來。神主權地掌管歷史，即使在看似受限的境地，他仍能超自然地開門，釋放他的僕人，成就他的旨意。福音使命不能被攔阻，去，把這生命的一切話講給百姓聽。無論人的權勢如何威脅，神的呼召和使命不會止息。使徒被釋放的目的是繼續宣講生命的話，這是他們存在的核心使命。膽怯與剛強的對比，差役去帶使徒來，並沒有用暴力，因為怕百姓。人怕人，但真正屬神的人只敬畏神，不怕人。使徒靠着聖靈的剛強，不被人的威脅所挾制。神學與應用，勇敢見證，不懼逼迫。縱然環境充滿壓力與敵意，我們仍要放膽傳講福音。因為神與我們同在，他有能力開啟看似無法開啟的門。相信神在暗中成就奇事，即使我們眼前看到的是監牢鎖鏈與圍困，仍要相信神能在黑暗中動工，超越人所能理解的方法拯救我們。專注於神的呼召，不被人的威脅、環境的恐嚇所左右，單單聽從神的命令，去，把生命的話講給人聽。操練敬畏神勝於懼怕人。求主讓我們的心被神的榮耀與權能充滿。
不因人的眼光或威脅而妥協，而是勇敢堅定地活出信仰。詩篇34篇1至8節，頌讚上帝的美善。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，讚美他的話常在我口中。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耀，謙卑的人聽見就喜樂。你們要和我一同尊耶和華為大，讓我們一同高舉他的名。我曾尋求耶和華，他就應允我，救我脫離一切的恐懼。仰望他的人就有光榮，他們的臉必不蒙羞。這困苦人呼求，耶和華就垂聽，救他脫離一切的患難。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圍安營，要搭救他們。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約翰福音3章16至21節，神愛世人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致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因為上帝差他的兒子到世上來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已經被定罪了，因為他不信上帝獨一兒子的名。光來到世上，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，不愛光，倒愛黑暗，這就定了他們的罪。凡作惡的人都恨污光，不來接近光，恐怕他的行為被暴露。但實行真理的人就來接近光，為要顯明他的行為是靠上帝而行的。上帝無條件的愛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。上帝的愛主動臨到每一個人，不是因為人的行為好壞，而是出於他本性的愛。他甚至將最寶貴的兒子耶穌給了我們。救恩的普遍性與條件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致滅亡，反得永生。救恩向一切人敞開，但得着永生的條件是信耶穌基督。信心是通向生命之門。基督來臨的目的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。耶穌來不是帶審判，而是帶救恩。他的心意是拯救，而非毀滅。信與不信的分界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已經被定罪了。信與不信決定人的靈性狀態。拒絕耶穌的人，事實上是在自己選擇與生命隔絕。光與黑暗的對比，光來到世上，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，不愛光，倒愛黑暗。耶穌是真光，但人若不悔改，就因自己的罪愛黑暗，恨污光明。行在真理中的人，則會自然親近光，讓上帝得着榮耀。神學與應用，回應神的愛，在每天生活中，以感恩的心紀念上帝偉大的愛。這愛超越我們的失敗與軟弱，活出信心，不單單相信耶穌存在，更要信靠他，將生命交在他手中，讓他引導我們的道路，親近光明，遠離黑暗。每日自省，我的生活有沒有愛黑暗的地方？有哪些行為需要帶到光中求潔淨與改變？成為光的見證人，在這個混亂和黑暗的世界中，
選擇活出誠實、公義、愛人的生命，讓人從我們身上看見耶穌的光。讓我們同心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你是愛的源頭，你因愛世人，將你獨一的愛子賜給我們，使凡信他的人不致滅亡，反得永遠的生命。主啊，我們感謝你，你沒有要定我們的罪，而是要藉着耶穌將我們從黑暗中拯救出來。求你賜我們一顆相信與信服的心，讓我們不再躲藏在黑暗裏，而是勇敢地走進你真理的光中，幫助我們每天靠着你行出正直，使我們的生命能見證你的榮耀。主耶穌，你是真光，照亮一切願意尋求你的人。願我們一生緊緊跟隨你，活出靠你而行的見證，把你的愛和救恩帶給身邊的人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